湾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片源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歌丁特别用俗语带乡亲，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人咧讲啊，往来头，西瓜尾。啊，这是咧讲吼，啊，规粒的往来吼，一定是吼头啊遐上甜啦，啊，愈挖尾吼，啊，就愈酸。啊，但是这个西瓜吼，拄啊颠倒变，安怎讲呢？伫尾溜的所在较甜，较好食。所以讲啊，若是要买水果的时阵，要拣水果的时阵啊，咱的乡亲啊，爱记我甲你教的这个秘诀咯。啊，毋过吼，你有捌想过无？为什么西瓜吼叫做西瓜，啊，毋是叫做西瓜？啊，往来吼，甲这个来啊，毋管是伫外形啊，或者是口味啊，甲生长的环境的差别，又搁遮尔大。啊，但是为什么叫做来，叫做往来啦？啊，台湾吼有真侪食物中间吼，搁有一寡物件吼是咱拢叫惯势啊，但是却毋知影讲为什么会安尼甲伊称呼。所以讲话，咱今日特别来了解这个代志。咱先来看一段 VCR。食是人生的大代志，一个所在的人要食啥物，爱安怎食，但是这寡人用食食的惯势来表现出迄个时代的文化。较早福州人那种算春的料啦，啊，如果加起来加了的料，啊，才落梗，啊，才叫做鸡梗。因为自细汉拢想讲鸡梗内底包鸡肉，尾仔咧遮食头家遮讲毋是，内底这是鸡的物件，这才梗的。我则去互骗一世人，即摆才知影内底毋是包鸡肉。鸡梗内底煞无藏鸡肉，这到底有啥物秘密藏伫内底？你敢有想过是安怎牛肉面早期搁互做外省仔面？今仔日，咱就来替大家公开咱身躯边台湾食食的故事。咱就来欢迎到吼，这对台湾历史啊、饮食文化真有研究，啊嘛真关心的周明忠老师。大家好。面头前咱才有足侪食材吼，啊其中吼，我感觉这啦，这自细汉看到大，做鸡拜拜的时阵吼，一定有这。啊，这个物件吼，大家拢知影讲叫做鸡梗，但是我细汉到大的疑问就是讲，啊明明都无鸡肉，啊伊这甲鸡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叫做鸡梗？老师你甲咱解说一下。现在无鸡肉，现在叫鸡梗。是。后尾也有一种讲法啊，伊讲这鸡吼是毋是迄个迄个咱讲的鸡肉的鸡吼？毋是迄个鸡啊，是鸡出来的鸡。鸡出来的鸡。啊，有种讲法讲是。现在鸡出来，你讲咱较早讲哦，咱食面食春吼，也是种板豆春的菜吼。是。啊，讲咱讲毋甘牵掉吼，啊，就用迄个甲放啊梗的吼，梗啊落去煮吼。是。为讲啊，所以伊叫鸡出来。但是毋对咧，内底的料是特别串的，啊，毋是讲嘛，你讲道理。你知影鸡梗是做起来足高工的呢。看起来就知啊。内底较早拢爱放迄落猪肉吼，啊，像猫是放马子啊。迄个鸡吼，鸡是迄落漳州音嘛，啊那漳州音讲做龟，对对吼，对。啊，这有人讲叫鸡梗，有人讲叫龟梗，是。吼，啊那是迄个鸡出来鸡吼，就敢一个音，漳州音甲漳州音拢是鸡。重点最奇怪，明明内底猪肉、鱼肠啊、马子啊。鸡頷棍啊嘛是叫鸡梗。啊，哦，这个梗。頷棍，鸡頷棍。所以讲是迄个形态有形。形嘿。形有形，所以讲迄个号名就安尼。啊，因为这是为迄落漳州吼，一个所在叫石尾啊吼。石尾。遐出来。啊，即摆你若去啊，你问人吼，因遐有两种讲法，是一种叫五香，有叫五香梗。是。啊，五香就是内底放迄个香料，放五香嘛。啊，嘛有人讲叫鸡梗。是。啊，你问伊讲啥叫鸡梗，伊讲是鸡頷棍啊呢。哦，所以讲。所以确定就是鸡梗意思就是伊外形真像鸡頷棍。是。所以叫鸡梗。古早拢是用迄落蠓西油啦。蠓西油就是猪肉内底一个部位吼。哦。伊来贴起来吼，伊是油啦。啊，伊个敢若蠓西安尼吼。啊，你迄落料放啊，甲卷起来吼，啊落去煮。啊，尾啊人敢若甲加油吼，啊，就用迄个豆皮来做。所以讲吼，咱来去了解就讲即个食物吼，即个物件本身，伊个号名是就感觉讲有真侪咱了解到咱台湾即个语言的运用吼，有一寡咱时常听到啊，以为讲是安尼，但是你若无去深深思考的时阵，你就感觉讲啊，原来吼这背后吼有真侪，不管是错误啦，或者是讲你在理解有较定当的所在。你讲啊，这也无重要，我有通食落啊吼。对啊。啊，你若个找出伊
个源头，真真新鲜。当然啊，阮咱细汉的时阵，拢会去食面啊，吼，啊，讲去面摊啊食面，啊，有一个招牌吼，我捌看过人写讲迄个外省面，外省面。啊，阮以前吼，阮爸爸妈妈啊，因拢甲我讲一寡迄个日客俗语，就甲我讲吼啊，外省面讲啥？讲面啊，吼，像怎？即个外省面，即个外省面会号做面，号做外省面安尼啊。所以咱较早面敢若面啊一种的啊，就是伊那个油面，黄色的，所以面熟熟了后，啊有个酱咧吼，啊可以使食得较 Q 安尼哦。啊，你要食时阵，伊个色啊嘛，啊你小水甲切切的，头啦，配料啊，伊个切切的，毋是只有色哦，切切的也就好啊，一色就好啊吼。伊叫苏叫你以后吼，有真济，即摆就叫做本省人、外省人啦吼，啊有真济因咧属于因中国迄边的，你讲尤其是。北方的迄边吼，我山东的人来真济嘛，啊，伊就是食面食嘛，吼，啊，佮迄个时阵吼，美国因迄个麦啊吼，生产足济，伤济啊啦，啊，全世界去销安尼吼，因为伊较早，如果你若信基督教，还没搞，伊拢上米粉嘛吼，是米粉底下咧做来看，啊，伊拢鼓励讲，啊，你要食米粉啦吼，啊，因为特别来卖嘛，因为迄阵米较贵。所以咱迄样政府是讲，哎呀，那米较贵，我来米来做外销，啊，即嘛用进口的美国的米粉入来吼，啊，佮鼓励大家讲食面，所以迄人开始有因的面出来，因的面跟咱无共，因的面毋是讲像咱油面的一个色啊，毋是用青，用青啊，青，所以因叫做下面，哦，要食进来先下面，先沙面，小小的爱下面，啊，所以即摆比如讲啊，哦，外省面就表示。就讲咱台湾这叫做熟面啦，啊，因叫做青面啦，所以讲这两个重大差别啦。哦，所以你讲什么牛肉面啦，什么大卤面啦，你讲阳春面吼，有些面拢爱切落去烧烧。对，安尼才有迄个味。这款米是咱台湾在地本地上早期都一直原生的种嘛，对无？较早的米，比如讲咱台湾啦、中国啦、东南亚吼，所以伊这边叫做香米嘛，吼。是。迄其实迄拢是一种，伊的中文名叫做鲜米啦。鲜米，也叫鲜米的。鲜米就是吼。伊较松，煮起来粒安尼，规粒安尼，较松安尼，做炒饭上好啦。是吼，做炒饭。啊，不过咱食咱会感觉讲诶，吼，较无黏，无黏。咱米就是爱食咧，香黏安尼，所以讲就是后来就有即个红来米对无？日本人来咱台湾吼，伊感觉咱台湾这种米啊，伤黏吼，伤松吼，因食袂惯势。啊，我迄阵时因为日本的米吼。因那较寒吼，因咧差不多一年才收成一摆，是。啊，咱台湾一年才是2摆到3摆，所以用因的种吼来台湾遮，试看觅看种的话是，吼，啊来遮做实验，去台中啊，去用迄个草山吼，啊做，后壁再研究成功出来，是。啊就变讲产量，啊就开始要销去日本去，啊就要号一个名嘛吼，啊号做红来米，是哪个红来米呢？因为咱台湾的因日本人吼。对台湾拢较早有一个讲法，伊拢叫做蓬莱仙岛。啊，咱这有影是仙岛的。因叫蓬莱仙岛，啊，所以甲号做蓬莱米。本来一种原来米，即摆加一种米，啊，所以原来米较早叫米，啊，即卖爱号一个名。啊，因为迄个日本时代，因就用日本的汉字甲号做在来米。啊，在来就是原本。在来意思就是讲系原本地啦，在地啦。有啊啦，吼，本来就有用的吼。你若是日本吼，你比如讲你若坐。因的火车吼，伊就叫新干线，吼，迄个新的，旧的铁路因就叫在来线。以前拢讲啊，食一个米粉啊，食米粉炒米粉炒炒米粉安尼。啊，到尾有一天吼，讲突然间甲咱讲吼，哎，毋是号做米粉，迄号做炊粉。因为这吼，咱较早拢叫米粉嘛。是啊。啊，米粉就是讲，伊有两种，咱普通讲有较粗的吼，有较幼的。啊，较早拢新店拢大部分做较幼的。是。吼，啊，玻璃遐拢做较粗的哦，粗的就像这款的。嘿，这粿吼用米爱做一安尼粿丸安尼吼，咱讲叫做粿丸啦。粿丸甲你用机器吼，压落去，即摆伊你若要压较细条，你卡较细条的吼，伊就较油。是。卡较粗的伊出来就较大条。吼，为了爱油，为了爱食粗的嘛。是。即摆伊，比如讲伊个机器甲伊想为迄个吼米的迄个吼，比较只有半成安尼吼，压出来，几条安尼吼。若是较油的吼，用吹就使啊。是啊。我吹就熟啊。哦。吹了我就使来拍个打。所以讲这个较恶色。较恶色就是较大条的吼。伊就是下骹，比如讲咧，甲几条的，下骹一个滚水吼，落那个烧色。用烧的，袂用吹。烧色，去拍个打。所以
较大条的，伊叫水粉。啊，较细条的叫炊粉。啊，其实就是种其实拢是种炊甲煮的差别。煮的两种差别。啊，咱吼会先来休一下串，啉一喙仔茶，杯两喙仔饭啦吼。咱下面吼再来继续讲一寡吼有关于咱这个台湾食材啊，这个食物吼一寡好名的由来。报道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多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。对啊。西瓜是安怎？毋是好做西瓜？番茄是 tomato 啊。是安怎？有的人叫伊 tomato， tomato 是日本话，真正的台湾话是柑仔蜜的。有的人煞甲伊好做柑仔蜜。这叫做旺来。是安怎？伊叫做旺来，伊个来呀，敢有啥物关系？这寡世上的食物，咱虽然拢知影讲因叫啥物，毋过是安怎好做这个名？你是毋是嘛感觉无煞煞？互咱做伙来了解。咱搁拄则讲到即个米啊，有红来米、在来米啊，吼，啊，搁讲即个米吼去做米粉啊，对无？啊，当然啊，咱时常去接触到这食物内底吼，啊，搁有咱台湾人真爱食的迄个冬粉。咱家己拢会使做规条吼，你若是用迄个米粉做就是面嘛吼，啊用米做就是米粉嘛。对吼，我都无想这。用绿豆做，伊就叫冬粉嘛。啊，是安怎绿豆做无好做绿粉啊，或豆粉，啊，来做冬粉，这个名是安怎来？甲你用迄个米粉做的，米就无共。伊讲伊吼，伊食囡仔敢若变 QQ 安尼吼。伊讲你若是无够冷吼，伊就袂安尼定起来。因为伊较早无冰箱，所以你一定要踮寒天的时阵做吼。伊甲会安尼规条，甲会安尼。听起来都怪怪。那但是是种讲法咧，伊讲较早无冰箱，所以爱冬天甲会做的粉，所以叫做冬粉安尼。伊讲咱台湾的冬粉有两个名，一种就是华语叫做粉丝，咱台语叫做冬粉，咱台湾两种名，所以咱台湾的好处讲较多元吼。是安怎这冬粉甲冬天有啥物关系？其实完全无关系。有影？对，无关系。你这拢爱登记到历史吼，还是讲伊这个粉丝吼，伊是为倒位来吼？咱去研究，你就知影后原来咱较早拢误会啊吼。因为咱中国的山东吼，是因中国迄个绿豆吼，生了上好的所在，是，济还佫水吼。是，所以因所在嘛是因用绿豆来做粉吼，因叫做粉丝。就山的规全部拢有，你讲山东的上好食。是，日本时代迄当阵吼，因为山东有一个港吼，叫做龙口港。龙口伊开港，所以山东的一寡因咧做的粉丝吼，拢透过这个港口出来，龙口港出来，所以应该叫做龙口粉丝。这名就是主要安尼来。安尼我有一个问题就是，冬菜是毋是嘛是安尼？冬菜吼，伊就是用山东大白菜，含迄个切落油，含蒜头甲盐。是，浓浓的腌制，佮你泡个搭，迄叫冬菜，所以迄个冬嘛是山东的冬，拢是山东的冬。对，无你讲迄个冬有啥关系？山东的冬。所以讲这甲季节都无共款，拢是地理，甲地理有关系。对，山东就是讲咱的音若是你若是无研究，可能山东的冬甲歹写吼，写较久吼，就简单的写冬天冬落去就知啊。山东白菜是对山东来的嘛，高丽菜就是高丽来，高丽是伫韩国。韩国是啊，敢是安尼啊？这种菜是为澳洲来。澳洲哦，这是澳洲的菜。有影？冷的，较冷的，所以你较知讲咱台湾啥啦，高丽菜爱整个山顶较好食。是啊。啥梨山的较好食。是。啥寒天较好食。热天的高丽菜，若是无整个梨山就无好食。是吼。这是我一贯来就是其算讲较。咱讲甲迄个温带吼，澳洲迄个气候吼，食出来较会好食。因为你若去问韩国人吼，讲这叫什么菜？因叫做韩文吼，因叫做洋白菜，就像咱中国的白菜，所以甲加一个洋，洋白菜。我有种讲法吼，咱台湾是为日本时代才开始高丽菜种落济，是因为因的战争的需要。你知影白菜甲高丽菜倒一种菜会使放较久？咱的运输。
文书哦，文书来讲应该是高丽菜吧？比较大嘛，嘿较大。啊，那白菜较紧派去嘛。是啊。所以影响国来讲，台湾种高丽菜。哦，因为讲因为台湾不爱食高丽菜啊。哦，是安那爱食白菜啊。哦。因为较早迄种日本时代，韩国嘛是日本统治的嘛。是。所以韩国人就是韩国迄种足用的人来吼。伊讲，因为咱台湾人知影。一种名叫做高丽参，对对？高丽参。伊讲因韩国人食高丽参，还佫食这种菜叫做高丽菜，这个在世界用安尼。哦，伊就是为高丽参甲夹做的，互你感觉讲这种菜就营养的，好食的，来做这种，甲你哦，要鼓励大家食这种菜，所以出现这讲法。哦，咱台湾伫14世纪吼，咱规个台南含东南亚的所在哦，拢是。荷兰啊，西班牙统治嘛，这个菜就是为因那边摕过来嘛，因为那边传过来吼，所以你若去查讲这高丽菜吼，比如讲因的荷兰话边仔讲，因叫 corn， 你若去查迄个西班牙语吼，你甲看个 Google， 你甲查，高丽菜，看西班牙语来讲，有叫高丽，所以叫高丽，所以咱较早就有人叫高丽，不免加菜啊。高丽，就是保持因的原因嘛。原来拢会晓讲保持原因，对。因为这吼，这是保留伫咱民间。你若去咱，譬如咱的清朝的迄个记录吼，伊拢写做番芥兰。就讲伊这菜加成咱的芥兰，伊个头前加一个番芥兰。是。我较早捌拄到一个新加坡的人吼，因为我带伊来台湾咯，我带伊去咱的迄个亲戚农场遐食高丽菜。伊讲哦，你这来招食吼，伊讲阮遐拢去饲猪吼，用你来招食吼。我问讲你那这叫啥名吼？伊讲阮若去市场吼，超市，阮拢叫包菜，因为叫包心菜嘛，一个包个。毋过因叫福建话嘛吼，伊讲阮拢叫高丽，跟咱台湾共款嘛。有影吼。所以讲甲韩国无关系啦。甲韩国无关系。对。其实吼有一项物件咱嘛特别食，其实伊嘛是外来的物件，迄叫做西瓜。因为吼咱讲西边的西，是安怎奇怪西瓜就特别讲西。因为西瓜较早去中国吼，为西域遐传过来，所以就加一个叫因个叫西瓜嘛吼。若是中国，就是为北方传来南方嘛吼。因个北方就是咱讲因个咱讲因叫官话啦吼。是。官话就是咱即摆讲的华语嘛，因个官话嘛吼。所以可能伊若叫西瓜，影响到咱这漳州甲泉州的音吼，用因个官话音叫西。虽然叫西瓜，特别跟他这里用呀，叫西瓜。对啊，这个字吼，敢若是伫这个瓜顶管用这个音，其他的字拢无这个音。哎呀，本是讲我哋西方像西方啊，西北河啊，啥你不叫西瓜，还是叫西瓜，你不叫西瓜，是保留因个咱讲的官话，是官话音。往来我感觉就奇怪吼，因为你若其实咱打叫凤梨吼，你一定爱念做凤梨个对嘛？这凤梨较早拢是去美洲，是为迄个西班牙人啊。美洲甲传去欧洲甲亚洲遐来，是。这较早吼，你即马若是伫迄个东南亚迄个所在吼，伊拢叫做伊写哈伊叫做黄梨。对。伊甲当是种来啦吼，梨吼，黄吼，伊色黄色的嘛，伊拢叫做黄梨。可能较早的因福建人听起来敢若旺来，一个旺，因发音做旺嘛。是安尼广东话。不如咱台湾因为咱台湾那后面甲文雅吼，因为讲伊这一个，因为伊这个旺来这个吼，敢若迄个凤的尾啦。凤的尾啦。就甲合作凤梨。甲合作凤，不过伊发音嘛是个保持伊原来。这个水果的名吼，伊拢甲别人无共款，就讲这是瓜，迄梨，你讲会当各讲会通，就莲雾有就。你甲莲花嘛？甲莲什么关系？甲雾什么关系？是因为迄个皮安尼雾安尼嘛？这边就是为咱讲马来西亚迄个所在，马来西亚，还是印尼迄个所在，是。同个，伊是讲热带一种水果，是。迄人嘛是讲是荷兰人西班牙人因传来台湾的啦，摕过来，是。你若讲即摆因的。迄个马来话吼，也是因个印尼话吼，伊拢叫做占卜，因为迄个卜就是跟咱的卜发音要共。你若去查咱即马强调的迄个文言吼，伊毋是讲练卜的能力用呀，有足几种音的，因为就是要为这占卜的音甲写出来嘛，是，一种就叫做占卜，咱讲团念的占，嘛有人听到占卜，那占卜甲迄个占卜。
就小瓦，就小瓦。啊，但我判就是讲，因为咱台湾的后面拢会较水的。是啊。个合作莲雾，啊，规音拢转去连起来咧。伊就是一个音，伊就是马来话、印尼话翻译的对。啊，若讲到这翻译哦，我就讲细汉的时阵的译文过来啊。我自细汉我以为讲这个物件做 tomato，到了尾吼，我去下港啊，人甲我讲啊，这个物件毋是叫做 tomato， 迄 tomato 迄是外来语，吼，这应该叫做臭旗啊，或者叫做柑仔蜜。但是我感觉讲伊也无成柑仔啦，啊，伊也无成旗啊，啊，这名是安怎来？旗啊吼，旗啊其实旗啊有成啦吼，因为你嘛来中国迄边吼，伊这番茄吼，因叫做西红柿。对，就是起啊，嘛是起啊。因为啥？你真成跟起啊同款。啊，你个红色的，啊，你个是西方来，所以叫做西红柿。就是咱讲的番茄啦，吼，叫西红柿。是，就是个起啊，咱叫臭起啊，因为伊较早迄甜吼，有种臭味。是哦，所以叫臭。所以是靠起啊。较咸起啊，小可咸点点吼。啊，就安尼讲有咸起啊嘛吼。我较早嘛怀疑讲，啊，你柑仔味这柑仔无关系啊。啊，伊食起酸酸啊，无味啦。无味啦，嘿啊，啊是嘛无甜啊，你现在叫柑仔味。是啊，这是菲律宾话。哈，又果是外国话。菲律宾哦，你想袂到吼，因为都要讲这莲雾是马来西亚吼，印尼啊，伊是菲律宾。哦。吼，菲律宾叫做卡马蒂斯。你若金门吼，金门的这个翻成来讲呢，叫柑仔滴。你看伊柑仔滴甲伊咧柑仔滴是多共啊。啊，咱这柑仔味是咱讲台湾好较水嘛。是。哦，迄个滴，这种伊叫做蜜，啊，你发音怎好走去迄个蜜去啊？这是柑仔滴是为倒来呢？哦，菲律宾你知伊这个讲这是tomato，较早嘛是为美洲来，是，嘛你西班牙人甲。传去欧洲，啊，佮传来台湾的所在，是。哦，啊，这头是拢正讲观赏的，啊，尾仔甲摕来食，是。哦，啊，因这迄落西班牙话叫做 tomates啊 ，tomates。啊，佮菲律宾甲分做两个哦，一个叫做tomates，一个叫做 camates，这音在转过。哦，啊，咱就是。传过来吼，用迄个卡马蒂的音传过来。像咱因为咱较早食一个迄个泉州人吼，嘛将迄个泉州人，金门迄所在吼，伊拢安尼菲律宾，伊无去遐趁钱啊，去南洋做生意，趁钱等下去养老嘛吼，吼。啊，咱台南贵阳没办法食一个泉州人啊，所以较早拢有往来嘛，所以可能为迄个菲律宾的这种物啊吼，他妈都为西班牙伊个传过来，是啊，台南贵阳拢有吼，啊因咧金门嘛有，啊就是讲伊咧音煞。保留着哦，伊用这个柑仔味的音，就是那卡马蒂斯音出来。所以讲，拢是外来语安尼啦吼。啊，有影了解这食物啊，这水果名啦吼。会当看来讲吼，长久以来哦，咱真侪族群啊，甲文化，其实吼一直伫咱台湾这个所在吼咧融合啦。咱台湾甲世界的关系。嘿，甲世界的关系关联啦吼。这个都市的历史吼，嘛当从这个故事、这个实在、这个物件水果吼来了解。不止甲中国，甲全世界拢有关。其实咱一直是甲全世界有关联哦。伫这解谜题的中间。啊，未找到这个答案，其实咱会当吼用老师你这款推理的方法吼，来去推算，其实吼这个文化价值观吼，拢伫这内面啦吼。今日真感谢老师来到咱的节目中间吼，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，甲乡亲来博感情。后礼拜请记准时收看咱报道歌顶。这个号名有影是真趣味，西瓜啊，冬瓜是有影是。冬瓜我是因为冬瓜吼，伊在咱所谓。